但市林主会当年用物资甲现金来帮助弱势学生甲家庭，已经长达36档。今年选定完善餐厅，除了要招待受助学生甲亲友享受一顿青草，嘛借此予学生甲林主会爱心兄弟相见面。会中区长甲领导嘛特别出席，以发送红包，并肯定林主会善行，互爱的循环延续。林主会一份子啦吼，而且吼，咱真感谢咱李处长甲咱所有干部吼，咱即个办了真有意义的即个活动啦吼。主要是吼，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，吼，我感觉这意义吼非常的重大，嘛非常的这个深远，吼。咱较早是着帮忙的，即摆个倒头转来个帮助别人，吼，咱个讲心手相连吼，互这个善的循环吼能够永续。政府资源有限，不过民间力量无限。林主会包括理事长、辅导理事长以及营务理事长等干部，嘛伫会中佮加发红包，互所有囡仔提前感受农历过年的喜气，场面相当温馨。我们认养的目的就是说，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多的公益团体，能够用我们那个人慈会这种精神呢，能够抛砖引玉，更广面的让全国的各位公益团体能够多的来把这个精神推展出去，因为他们个个都很努力，也很有付出，所以我们人慈会做这36年这种认养的工作，我们感到心理上有这个成果，心理上真的很感谢也感恩。对这群学生来讲，要因为家庭的困境来累积，等到更努力伫课业顶面，甚至有的搁爱照顾家庭，嘛亲亲感受因日后有成要回馈社会心。所以会中以及办法对国小、高中一直到大学优秀学生的奖助学金。认养人的帮助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学习资源，去学习一些我想学习的东西，以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的学习，也让我有更多时间去照顾我的父亲。我读中文家商，然后被帮助，我觉得非常感谢，可以让我可以更努力的读书。长大我有能力，我一定会来回馈这些弱势的人，然后帮助更多人。林主会表示，因的爱心行动伫大台南无限区域，只有通报地进行查访，依照单亲、变故等家庭的困境来救助。原则上到18岁，目前受助对象也有35位，嘛成为该会真要紧的年度要务。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。